而家係3點鐘左右，呢度已經開始封路，因為今晚8點鐘喺流陽天空劇場會有一場大型嘅煙花匯演，有好多附近嘅商店已經拎咗啲摺凳擺放喺度霸位，每張摺椅收30至40元。今晚係2026年首場大型嘅煙花匯演。好啦，等我欣賞完今晚嘅煙花之後，我先嚟評價一下今次嘅煙花感受。現在煙花立即開始。如果大家想嚟流陽睇呢啲大型煙花，最好就買票入場觀看啦。因為當煙花分段燃放期間，場內係會有其他煙火表演嘅，而劇場兩邊嘅座位係要680蚊，中間座位就要1180蚊，但係都一票難求。而酒店房價亦比平時200蚊加到800至1000元不等，是否值得嚟流陽睇煙花，就留待大家一齊評價吧。但係如果大家想感受一下流陽嘅煙花，每逢週末，流陽天空劇場都會有20分鐘嘅煙花匯演，入場票係1元人民幣，但係就要喺網上搶飛。睇完呢場煙花之後，我感覺有啲失落。據說當晚燃放嘅煙花約30分鐘，但係就分開1小時45分燃放，再等下一段放煙花嘅時候，氣氛就大打折扣啦。好多市民睇完煙花之後都意猶未盡，就喺附近攤檔購買一啲煙花盡情燃放。你睇下，到處都係煙霧迷離。其實咁樣放煙花係有一定危險嘅，大家一定要小心一點。如果大家想放煙花玩得安全又開心嘅，咁我就帶你去另一個地方。呢度就係流陽河啦。呢條流陽河係流陽省特許放煙花嘅場地，但放煙花嘅方向亦有所限制，只可以同一方向燃放，而我所企嘅另一邊係唔准放煙花嘅，咁就安全好多啦。
你睇呢度嘅夜景真係好靚，如果有假期，帶埋啲小朋友嚟呢度放下煙花，相信啲小朋友都會玩得好開心啊！而且呢度有好多夜市同埋商場，交通亦係好方便。日間喺呢度沿着河邊散下步、食下嘢，真係唔錯㗎。